为表扬重启之类为客家奉献新的个退休。今日到南港站南管界客家媒体嘉年华发通图，除了动脑业个派充之外，也特别嘉年台庆发通个综合进行了客家贡献奖个颁奖。今年个世界得主包含像戚少灿、汪子尧、刘曼香，还有钟友翠，都表示讲在那种高校为汉客代表来推广客家文化，还有客家个母语。恭喜徐兆全老师。同欢喜两个奖项，里头做2年新鲜的齐秀产，两项编写抗议试点，老师研究靠翻译上万年嚟，多年来还系去到台湾各地的山区来做生态欣赏同记录。个人同研究的成果并到普罗加行，年前的台头得到今年客家贡献奖2年内的肯定。石头啊，乜嘅东西，蟲嘅嗰啲咧，都唔可以講，喺讀到人客法可以講出來時間，我下文章下多嘅時間用係實。為什麼大家都要做呢啲東西？就係問大家來使用，唔好講下一文章下到地度，還係用到北京話講，比如講拍頭河人下白頭翁，嗰就冇客話意思嚟啦。另外，得到藝術的獎項嘅還有優良的阿叔伯仲有才，做起超過1個字嘅記，等於唱係日本客家戲劇嘅發展史。對番我們研究統計史，王子堯只用文學創作論述力度，希望是帶動客家文學嘅創作風氣，得到今年度嘅文學類客家貢獻獎。要安太用很本來2度獎，所以呢，深深的感謝，深一份的感謝。像我哋做啲寫文章，做啲提出當土嘅東西嘅人來講咧，然後全世界嘅客家人咧，用一種文學報道嘅方法，把它給寫出來。帶到美國34年的劉曼香，都在認同外國未當三網推廣客家文化，推動到嘅客家社團未做下社群嘅導記，竟然得到客家貢獻獎嘅海外推廣率獎項。我哋長期嘅對客家嘅奉獻，咁我哋按個嘅肯定。感覺到十分歡喜。作為客家獎項嘅資格榮譽，客家貢獻獎多年來，就對普及性、影響力多方面，表現出對客家文化傳承做到動腦力嘅高階人士。世界的獎人雖然共同歡喜，不過表態出當時客家文化以新意同流失，希望借由獎項，使帶動客家多年，共下來傳承推廣客家文化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